后来继续要来讲，台南的牛肉汤是真出名，也毋过打来恐惊会起价，因为台湾甲纽西兰的经济合作协定今年正式来产生着效力，陆龙减产退场，冲击着温体牛的会员，讲未来牛肉会阁起价。甲新鲜带优惠牛肉一片一片放入去碗内。 所以搅一汤时也烧汤，一碗滋味介香的牛肉汤随芳上肚。天气冷，输一碗，人客拢饿了。只是未来想要吃牛肉汤，继续可能变贵。如果真的会涨价了，你觉得？就还好，不是每天吃因为毕竟现在什么都涨价。 受到纽西兰零牛零关税，2025年生效之下，农业部预计减少生产的成本，会为当年47万吨的零牛产量降低到43万吨，连带造成市面上195%使用零牛的牛肉汤，牛肉会员可能减少。起价嘛是要起啊，人配合啊，对。已经涨了好几波了。哦。对，因为目前这一波它还没有涨到。肉价又一直涨上去。都很怕啊，什么都一样啊，你的原物料、你的成本都调涨了，当然是担心。牛肉汤的业者听到这个消息，难免烦恼未来继续会阁再起，因为2年前温体牛肉已经为10公斤140，调起到即马超170。过来零牛产业发展协会卖股估了过年过，台南牛肉汤就会继续起价。去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 所以说其实价格已经涨，牛的价格已经涨一波了。那当然，温体牛的市场就是稍微已经蠢蠢欲动了，因为供不应求嘛。随台湾、纽西兰经济合作协定生效，陆龙减产退场，影响温体牛会员。业者希望政府鼓励陆龙和肉牛业者合作，维持品质，嘛确保稳定供货量，和消费者当继续吃到好食的牛肉汤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